弟兄姐妹平安，周间信息题目：感谢赞美主。圣经诗篇100篇4节，我哋只在suot atfang saka sepat atusir Kau mi kansya ai ko falu zut namo mi zumur I fang zalai bitaungan ningrang Kau pahmekai ko falu zut mi zumur do fang zalai kaitiraan ningrang Kansya enjing la pahmekan ko ngangan ningrang要以感谢进入他的圣殿，要以颂赞进入他的圣所，要感谢他，颂赞他。第一阶层的感谢使你跨进他的门，踩在神美丽的家。但还不止这样，我们当以赞美进入他的内院。感谢和赞美是不同的。我们感谢神，因为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了一些美好的事，使我们想要纪念并表示感谢。我们赞美他，是因为神的身份，因为神的属性，就是他的性情、慈爱、信实、圣洁、荣耀、全能、平安、安息，这些都是神的性情。或是因为神的道路，神就是配的赞美。不管我们今天过得好或不好，感谢来自于神为我们做了什么。而赞美不看神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他的所事，神是一切，而赞美他。他是配得赞美的，不管他最近有没有为你做了什么。有位弟兄叫离奇，他的眼睛已经近乎失明，看不见，但他却说，我仍要每天持续不断地赞美上帝，不管我眼睛的状况如何。接着赞美，离奇与神保持亲密关系。他深深地相信神是爱他、顾念他的神。离奇是神所喜悦的人。眼睛没有得医治，不代表神不爱他、不喜悦他。得着医治的主比得医治更重要。耶稣不只给离奇，也给了我们不断赞美神的理由。在马太福音26章，他描述了耶稣上十字架上那一个晚上，和门徒共进逾越节晚餐的情景。他们的晚餐是这么结束的，他们唱了诗歌，就出来往橄榄山去。那天晚上，他们唱的诗歌是赞美诗。几千年来，犹太人都会在逾越节唱大赞美诗。当耶稣和门徒在逾越节同声赞美，表明他们不看环境，只单单仰望。我们也要如此，不看环境，不看自己，单单赞美上帝的信实与他永不止息的爱。所以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。当神的殿不只有门，内院和外院，还有至圣所，那是与神面对面，看见神荣耀的地方。敬拜使我们进入至圣所，
就是王的内侍。在敬拜中，我们借着屈膝俯伏跪在神面前，表达了我们对他的爱。我们在神面前谦卑自己，只因他那么荣美、威严又神圣，他配得我们的敬拜，因为他原本就配的。这是我们对天上的父纯一清洁的爱，单单只爱这位无条件爱我们的神。在启示录，我们看见有深度的敬拜，是活物赞美敬拜那位习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24位长老在全能神的宝座前俯伏敬拜，他们单纯的以谦卑敬虔的心及爱慕俯伏在坐宝座的神面前，在自愿的降服下，他们把神所赐得胜的冠冕放在宝座前献给神，说：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，你是配的荣耀、尊贵、权柄的，因为神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，万物是因上帝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我们受造是因着神的喜悦，所以神非常喜悦我们来敬拜他，与他相亲，与他面对面亲嘴。这是希腊文原来的敬拜的意思，就是亲嘴的意思。所以敬拜就是与神面对面亲嘴。有个爸爸内心深处最珍贵的回忆，莫过于他和3个女儿相处的甜蜜时光。他的女儿常会爬到他的大腿上，小的时候就向他撒娇，毫不保留地诉说他们对父亲的爱，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，没有任何理由，只因为一份对父亲的爱。当时的情景令他永远难忘，他们柔软的卷发和脸颊，而他们的小手臂则是环绕着爸爸的脖子。最令他感动的是记忆里3个女儿那双褐色的眼睛，充满深情地望着他说：爸爸，我爱你。这样的时刻令这位父亲珍藏一生。他当时问3个女儿：宝贝，你想要买什么东西吗？你需要什么吗？他们的回答是：没有，爸爸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爸爸。女儿当时并不明白，就算是爸爸为了他们放钱在存折里头，老爸也心甘情愿。这种无条件的爱的确可以使做父亲的身段柔软，内心软化，变得慷慨起来。当一个孩子对父亲说：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你，这是多么的可贵。我相信对我们在天上的父来说也是这样。当我们由衷表示对他同在的爱和渴望时，他也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回应我们。这种无条件的敬拜能开启万网之网，柔软的心田。千万别拦阻了你对天父的敬拜。敬虔的敬拜是天天需要，而不是特例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要以感谢进入你的圣殿，要以颂赞进入你的圣所，天天
多多的感谢你，多多的颂赞你，帮助我们这成为生活的方式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